言うてくテク三振片見てくdi私まった三振力拉致冇啦啦吐露噶啦。我哋第一站嚟到波上宮，今日真係好好天啊！嚟到就即刻排隊去買御守。每人用咗100yen去求簽，最後個個都求到中吉。喺波上宮後面有條路可以穿出去沙灘，呢個係沖繩市區入邊嘅一個沙灘。雖然係市區，但係啲水都好清嘅。之後我哋就去咗碼頭，參加一個出海浮潛嘅 local tour。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浮潛嘅面具。就咁已經見到好多魚啦。公司會安排 shuttle bus 車返我哋返酒店。呢間酒店嘅大細同價錢就成正比啦。之後我哋搭 monorail 出返國際通，呢部售票機除咗可以買單程票，連交通卡都可以買埋㗎。第一站都係去麥當勞醫肚。咁迷你嘅？許啊！咩嚟㗎？哇！巨條啊！有口感，夠鹹。去愛脆辣嘢。
去咗必食嘅10yen餅店。再長啲，嚟啊！點，再長啲，再長啲，再長啲。哎，爸爸，長啲，長啲，慢慢，長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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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之後繼續行街買嘢，行到攰就去食一蘭。杯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啊。跟住咧。お客様席にお名前失礼いたします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先にこちら前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はい、Thank you。指ラーメンです。下一站我哋去到玉泉洞，深入鐘乳洞，然後我哋仲睇咗沖繩嘅傳統劇添，記得睇啦！